而家係即刻轉播到 ban 英嗰得個6條友睇嘅喎。ban 英嘅情況就係、咁多位歡迎嚟收睇呢個暑假前奏杯。咁我就係其中一個賽評，我就係 Eugene 啦。你啊 Dennis。大家好，咁我就係 Dennis 啦。好，咁而家雙方就 ban 緊英啦。而家睇睇先。睇翻藍隊好似想針對住琴日安妮嗰一下 double kill，想進行一個壓制喎。咁你有咩睇法啊？琴日聽講你都有睇嗰場個 ban pick，有咩睇法咧？睇嚟我覺得對紫隊都有針對翻藍隊呢個嘅操作嚟 ban 英啦。咁首先就 ban 咗隻而家上路都幾強勢嘅 Irelia 啦。咁你另外咧，亦都係 ban 咗對面藍隊嘅一隻中路都稍為強勢嘅菲斯啊。咁都係幾針對性嘅，而可能亦都有隊亦都有睇翻之前藍隊嘅比賽啦，咁亦都有考慮到佢哋係好似近乎全部好多場比賽都係玩修尼西做 support 嘅，咁睇嚟佢哋都針對翻呢一點，想睇下藍隊有冇其他嘅 support 應該出翻啦，咁係一個唔錯嘅 ban pick 嘅。而藍隊嗰方面，我覺得就主要係對於 first pick fade 呢樣嘢係有啲咩睇法咧？我覺得好奇怪，通常 first pick 睇嚟我哋嘅藍隊嘅 AD 選手對佢隻 Fane 好有信心。咁根據我嘅認知咧，藍隊呢隻 Fane 都係玩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啦。咁對於信心一定有嘅，而可能亦都覺得因為紫隊咧上場比賽就據我所知用 Fane 攞個 Penta 橋，咁樣就可能藍隊為咗防止呢個情況出現啦，咁樣就自己 first pick ban 咗 Fane 先，睇下對面可以仲放啲咩 AD 嘅強勢嘅 AD 出嚟啦。咁你估會唔會今場係藍隊想以牙還牙，攞翻個 Pentakill 去示威咧？咁你問啲咁嘅問題又好難答你嘅，咁唯有拭目以待啦。咁而家睇到啦，咁對 ban 咗塞雷西之後咧，咁藍隊亦都係攞咗一隻而家呢個都係呢個 meta 幾強勢嘅 support 鷹啦，就係布朗姆啦。咁呢隻鷹咧，咁其實同 Fane 嘅 combo 咧係值得一家欣賞下，因為呢隻 support 嘅 Q 技咧打落去之後，咁就會有個 passive 技出咗嚟。咁如果 Fane 點咗 W 之後咧，咁兩個 passive 一齊打落去咧，其實咧對隊咧係一個幾大嘅壓力嚟嘅，係幾痛下嘅，因為咁樣。咁睇翻啦，紫隊咧就揀咗 Fire 做一個 jungle 啦，而藍隊又揀咗 Red Side。Red Side 呢隻前期嗱，紫隊方面咧就其實單足能力好。第一，佢哋而家揀埋 Morgana。俾硬開一波嘅話，基本上由 Fire 硬開一波，用 R 技作一 support 慢慢跟上喎。其實嗰條友俾人硬知。你個咪好叻啊喂！你近啲喂，聽唔到啊！你聽唔到？咁而家睇翻啦，其實紫隊個捉人嘅能力都頗為強勢啦，咁正如頭先 Dennis 所講啦，咁即係 Jungle 同埋唔知冇一人係 support 定係中路啦，咁其實都係捉人能力都幾強，咁就要睇下對方嘅走位啦。今次嘅選我有啲奇怪喎，點解有雙 AD 嘅咧？藍隊唔通係真係定係玩嘢咧？轉翻正常變翻 Carvus 啦而家。到底 Noobget 選手係想點咧？睇嚟就攞翻佢一隻練咗好耐嘅阿斯亞，咁阿斯亞最近個版本都算係俾人 nerf 咗少少啦。紫隊秒鎖咗 Leona 啦，睇嚟就真係紫隊一個強開陣啊，都算係一個 Leona， 仲有 Morgana 啦，呢兩個都唔錯啊，真係應該對面嘅
嘅輸出位咧有幾大嘅壓力下。其實睇翻藍隊，其實係偏向全球流嘅，有no scope 嘅大技可以瞬間去到會場其中一個角落幫手，同埋藍隊嘅上路嘅神，佢嘅大技亦都可以保住一個。咁其實呢個其實係一個全球流對戰一個大藍型硬開型嘅一個戰，大家拭目以待啦。好，咁其實都差唔多啦，咁睇下雙方嘅發揮點樣啦。兩隊都係有個唔錯嘅戰績嘅，咁啊睇下，主要都係睇下大家一間嘅發揮同埋。咁而家就進入比賽㗎啦。咁而家就係一個延遲啦，咁因為要延遲3分鐘，而家我哋等待先嚇。咁我哋3分鐘後就會為大家直播最新嘅戰況。講啊，嗱，咁3分鐘嘅 delay 就過咗啦，而家就我哋就入緊個遊戲入邊啦。我入到 game 啦，你知你而家幾多秒啊？
好，咁我都進入咗去啦。咁一開始兩邊咧都諗住試一試打啦，睇嚟就應該有機會會撞到，兩面都係喺下路嗰度5個追埋一齊。你 Darius 係咪到？我喺度。我睇你而家係幾多秒啊46。啊得，即係大家同步咁冇問題。紅隊而家匿埋晒喺三角草嗰度，有可能會捉到其中一個啊！藍隊嘅 support 嚟緊。藍隊 support 而家諗住入去炒隻眼，中咗隻 Q， 中咗招機，好大機會 flash 交咗 flash。Shen 呢個攤4個，一個頂4個，逼咗一個 flash， 逼多個 flash。Leona 而家殘血係騰緊，咦 ？First blood 出現咗啦 ，Bane 攞到 first blood。睇下仲繼續追緊，但係睇嚟應該就要退啦，因為血量嘅問題都。紅隊諗住反追啦，紅隊諗住再一個 Q 呢個 Q 咗嚟，其實都冇乜意義。冇啦。而家藍隊其實藍隊初頭攞個 first blood 對 Fane 嘅發育係十分之好嘅，因為 Fane 呢就係靠龍兵而進行發育嘅，佢係靠一個雖然佢係靠一個佢係比較偏向後期嘅鷹，佢要靠龍兵去好好地發育咁先發揮出佢嘅力量嘅。係啦，咁 Fane 都要主要係出咗，起碼都出咗隕落之後，先有一個比較OK 嘅對線能力啦。咁而家都只不過前期都出到隕落之前，都主要係龍兵為主。咁而你睇得到啦，攞完 First Blood 之後咧，佢哋Fane 直接係出多咗支水同埋一把長劍啦。咁對於佢有一間龍兵同埋對線咧係十分之有幫助啦。藍隊就一開始幫 Jungle 開咗紅先嘅，咁一個唔錯嘅選擇嘅。紅隊前期已經壓咗兵線去一個較前嘅位置，諗住控一控對面。而上路就喺度，大家都喺度互相控緊兵線啦。咁我睇到 KYONA 選手係率先升2嘅，而抹茶選手喺緊隨之後都升咗2，但係其實係啦，咁而家攤咗，諗住換一換血，換一換，交鋒用咗。但係 KYONA 可唔可以換得贏咧？換咗一半，成功嘅換血嚟係一個。咁可以考慮下再控一控個兵線，一間控一控兵線咧，咁樣就可能對跟住嘅發育會有一個唔錯嘅發育啦。下路呢方面咧都林宇呢位選手都 keep 住騷擾下對面隻 AD， 阻止佢嘅食兵速度啦。咁見到而家開始拉到大約5隻兵左右嘅差距，係啦。上路成功殺咗一波，喺 No Scope 嘅協助下，成功驚咗一波，由 No Scope 收咗個頭出嚟。咁呢一個頭其實對上路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因為第一一定要輸一條兵線嘅，第二就係 KONA 呢個其實偏坦型選手，咁其實基本上之後 Trundle 其實呢隻鷹係比較難殺到 KONA 選手，咁其實對於藍隊嘅成個戰況就係有更好嘅幫助。而家 No Scope 喺一個對方嘅紅區嗰度俾視野睇到啦，咁 Trundle 亦都係即刻 TP 咗過嚟防守自己個紅 buff 先，成功防守到啦，咁都逼到對面，逼到 Esa 要退一退啦，冇辦法可以偷食對面個紅嘅野區啊，係一個唔錯嘅防守啦，但係不過已經冇嗰個 TP 啦，咁對方應該可以掌握到佢哋嘅 TP 時間，咁睇嚟下一波如果喺中路或者下路爆發一個團戰咁樣，Trundle就幫唔到啦，反而神就照樣可以落到嚟。好，神進行第一波嘅 recall。神即刻 TP 翻上路去避免造成一個經濟上嘅差距，把原本嘅優勢冇晒。咁佢第一件睇可以出件小火甲，咁其實佢都係決定係偏坦去對付呢個 Trundle 嘅。
即係可能針對 Trundle，琴日基本上係全坦嘅打法，咁佢都諗住全坦去壓誒下路對手而家下路有一個可以，如果 A 多下就可以有一個爆發，誒爆發 stun 到啦，爆到。換到大半條血啦，係一個唔錯嘅換血嚟嘅。咁睇嚟要逼到中路而家中路有一個 game， No scope 嚟一個 counter game， 可唔可以成功到咧？成功 Q 中，但佢俾同時俾人 Q 中咗，睇嚟只對兩位唔錯嘅換血啦，因為 Resa 佢可以儲老氣嚟回翻血，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換血嚟嘅。真反對面嘅 Jungle 同埋中路都係冇咗大約半條啦，咁亦都係逼到中路加再中路直接交 flash， 逼埋個 flash。咁對於阿斯亞呢隻比較前期都係要龍兵嘅情況下，而家上路又換一波，俾到唔到佢壓力。上路成功嘅血量。而家 Shen 而家6咧，睇下可唔可以盡早給其他線一啲支援，睇下。係啦，咁 Shen 有6咧嘅話，又有呢個大技可以支援咧，咁其實係一個唔錯嘅。以 Resa 而家掹咗喺下路嗰度，想試下嚟一波驚啦。咁睇下可唔可以逼到隻 Kevin 行前少少，但係可能動作有啲明顯啊 support 嗰方面，令到啲 Kevin 都唔夠膽行得太前啊。而家下路探啦。No scope 就諗住 recall 一波先。咦？但係睇嚟。而家紅隊嘅快都可能會試下，會唔會應該就未必得啦，因為中路兵線問題都未必可以驚，應該驚唔到啦。繼續喺野區度繼續發育下先。咁而家見到下路其實咧都已經算係控緊兵線啦，希望就唔好俾到對面下路雙人組吸到太多嘅經驗值，同埋唔好盡量令到佢哋食唔到。佢哋其實控個兵線喺中路嗰度咧，令到咧對面個 combo 咧，就算一集，佢哋都可以佢哋都可以及時應對咯。同埋 Redside 喺呢個路由於喺草叢嗰度，佢可以直接用 E 個 tunnel 直接去驚一波，咁其實亦可以話係進可攻退可守咯。睇到雙方其實打得都偏向保守，大家都只不過係間唔中撲下大家。咦？下路上咗6，而對面紅隊係未上到6嘅，咁會唔會試下打波咧？Redside 而家去人哋嘅南區嗰度進行偷嘢，但可惜對紅子隊嘅 Jungle 已經食少個藍，亦都俾眼見到喺3個數嗰度，咁就冇辦法啦。而家呢個可能仲會俾人哋反開一波添啊！Leona 一個 E miss 咗，唔夠佢啊！見到其實而家中路同埋下路其實都有一個兵數嘅差距，都頗為明顯嘅啦。紅隊都分別落後咗11隻兵左右㗎啦。咁但係咧上路咧紅隊就係反而 Trundle 係可以贏到12隻兵㗎喎。因係 KON A 選手頭先佢諗住去跟一波下路，跟住佢就嘥咗好多時間。而家 Trundle 打波啦，可唔可以繼續打落去咧？而家 Trundle 開咗招技之後，跟住開始褪啦。係啊，開始褪一褪而家但係呢個係一個唔錯嘅換血啦。KON A 選手定咗喺度，唔知發生咩事。係咪斷咗線咧？係咪斷咗線咧？定係 base 緊佢咧？而家睇下子隊嘅 Jungle 同事亦都上緊嚟，咁 KON 其實亦都係喺上路部分嗰度。DC，咁 DC 斷咗，會有啲咩比賽暫停啊？又連線翻啦 ，KON 呢啲選手連線啦。
咁比賽而家繼續啦 ，Nuke Get 選手俾莫驚拿一下 Q， No Scope 選手同時亦都打中，可唔可以打一波咧？殺唔殺到佢？莫驚拿成功逃離一波，揸下，錯唔錯死佢咧？哎呀，差少少。如無意外中路呢波塔咧就應該冇一半 ，Fire 都喺度啦。係啊，都好意佢嚟緊中路支援嗰度。都仲保住中路座塔嘅血量先。哇！但係下路嘅分數差距已經去到24。跟住喺成功壓制中路之後咧，佢哋藍隊決定寫一條龍，如無意外就冇人嚟搶㗎啦。紅隊亦都未意識到呢件事。好，咁順利俾藍隊攞咗第一條龍嘅。咁其實 Kevin 已經頭先翻屋企 補咗啲裝啦，咁咧補咗把 BF 㗎啦，係把多蘭補咗把多蘭劍嘅。上路可唔可以成功插殺波咧？睇嚟就有啲難度啦。如果 KON 成功一個 dodge，KON 選手繼係啊，中咗嘲諷咁就冇得打落去啦。咦，下路會唔會有一個冇啦？純粹係十方去空一空嘅。下路成功嚟一波。哇！係一個 KON 嘅一個 TP 支援，亦都落咗大技，開咗大技落咗嚟啦，落咗嚟 recall。咁可能吸一吸啲經驗值啦，咁都費事浪費嗰啲波經驗值。呢個事關下路其實個優勢而家有個 CS 優勢喺度啦，咁如果呢一波就咁兩個下路雙人組 recall 咗嘅話，咁樣就可能會俾火澤林追翻晒啲兵。大佬因為趁呢個機會翻屋企去補裝啦，同時將兵線推到去塔下。咁見到其實而家 No Scope 選手嚟一次嘅嚟咗啦，但係俾視野見到，可唔可以打一打咧？睇嚟就唔得啦，俾Leona 醫中咗。睇翻其實下路咧，Vayne 咧已經係直接出咗隕落，咁對其實海特林係一個幾大嘅壓力啦。同時，啲對線應該除非紅隊嘅 Jungle keep 住落嚟驚下路，咁如果唔係嘅話，一個都有啲呢個持續海特林會持續俾人哋壓線啊。同時，紫隊 Jungle 頭先諗住去騷擾藍隊嘅野區咧，但係但係唔成功。踎中路啦。但係俾眼見到啊 ！Luke Get 呢位選手插眼插得好正嘅，即係聽講佢係學校一年一度嘅飛獅王，又係卡薩甸嘅選手，仲係上年嗰屆比賽嘅 MVP。哇！上年簡直卡薩甸簡直係地嘅水術。呢位選手到底係何方神聖咧？我真係好想見佢真人有一面。而家上到打波。上路呢啲兩隻坦喺度互相換血啊，應該就打唔出啲咩花樣出嚟㗎啦，除非有 Jungle 嚟驚啦。嗱，睇翻出裝啦，雙方都係出咗一件火甲嘅。係啦，咁就 CS 差距方面就差咗大約而家係差唔多20隻咗啦，19隻，而家就差唔多20隻啦。但睇翻其實 KON 嘅選手佢對線嘅支援，對其他線嘅支援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好似頭先下路咁樣，令到佢哋成功逃離啦。咁其實呢個係避免咗下路一個雙殺。咁其實對團隊嘅經濟效益而家係比對團隊經濟效益係好大。1.1K 嘅贏緊。上路諗住打波攻一波，因為上路藍隊嘅選手咁頭先有2個助攻，所以其實裝備方面冇乜差距嘅。藍隊嘅選手頭先 No Scope 去諗住卡去人哋野區個騷擾，但係俾人發現咗，而家就退緊。其實Ressa 呢個即係隻眼都插得幾深下，都完全見到對面下路嘅動作啦，咁樣可以防止到佢哋跑線。頭先因為見到對面下路離開咗，咁所以其實 Vayne 係有試下推線推到塔底。KON 選手
殘血會俾人殺到咧？睇嚟就有機會啦。KOM 選手俾人一下哎呀，成 Q 功俾人就死咗。攞到。咁而家喺又輸兵，跟住又輸一個頭嘅話，KOM 而家壓力好大。又唔算大，但係就睇一睇春道翻屋企出咩裝先啦。佢補咗個水人鞋，唔係水星鞋，唔好意思講錯咗。有啲奇怪啦，咁快就出咗魔防鞋都未，其實仲未睇到。咁其實呢樣嘢係唔奇怪，第一佢 Shen 由於招 Q 技係佢嘅主，如果根據我嘅經驗，其實出水人鞋第一可以防止之啦，配合春道之一個團控咧，都可以減少佢俾 Shen 吞嘅時間。咁第二其實係最主要，其實我諗佢出水人係佢有一個一定嘅速，亦都可以追擊 KONA 選手。你睇下而家 KONA 選手招刀咧係冇佢咁痛，同埋再加埋春道啲 passive， 基本上佢係而家完全夠 KONA 選手。係你講唔夠兩句就窒一窒，觀眾完全聽唔到你講乜嘢。你個咪就窒到爆炸，小弟嘅咪真係十分之差，設備有啲近得滯又係咁吹氣，遠得滯又聽唔到你講嘢。唉，睇到上路成屋有波，令到行選手都要退一退。而家下路 Red Side 會同中路路 Red Side 唔係中路嘅 Red Side 同市區嘅jungle相遇。錯啊！仲係好叻喎你個咪，聽唔到你講乜。哇！反而而家係 Shen 喺上路度可以 keep 住換到春道嘅，可能係一個攻佢嘅問題。睇到 Shen 其實佢一直都喺度推緊兵線，希望彌補翻佢一直嘅經濟啦。咁佢而家都成 B 翻屋企，我諗應該根據佢而家嘅錢有700幾蚊，可能補一件大甲啦。春道選擇開咗 W， 但係發現唔夠 Shen 打，跟住自己都褪咗波。喺另一方面 ，No Scope 成功打咗波，睇下殺唔殺到咧？呢次齋下，而對面嘅中路咧就俾人硬打波。同時新嘅三圍可唔可以殺埋第二個咧？應該就冇問題喎。Flash 都失敗咗。OK 啦，最後俾 Jungle 成功攞到呢個頭。李安娜亦都嚟緊，佢哋諗住開一波龍咧，定係再擊殺多一次？應該就可以繼續李安娜交咗 Flash， 交 Flash 啦。咁如無意外，呢波可能應該會打波龍嘅。而家喺上路條線，咁春道亦都會趁住呢個機會推翻上路條路，去彌補翻啲經濟啦。咁順便都推一推塔啦。哇！有機會推得到啊！但係就冇咗條龍啊！而家藍隊係有第二條龍，喺18分鐘嚟講，呢個速度算係係啦，但係係就咁紅隊亦都係知應該就估到會食咁就成功用一塔嚟換咗一條龍嘅。打漏咗隻河蟹喎，到底佢想點咧？放生隻河蟹。係。咁上路嘅 recall 係俾眼見到嘅。春道都開始掌握到對方 recall 嘅時間，咁亦都嘗試下入侵下對面嘅野區咁。咁其實睇翻經濟啦，繼續放大個經濟優勢啦。其實春道其實而家係贏緊 KONA 選手900蚊嘅，其實差唔多係一件細裝至唔係細裝至一啲合成裝啦，可以係一個巨人腰帶。咁其實血量嗰度可以差成300蚊，你點計出嚟㗎？900蚊你係睇 CS？ 唔係啊，睇經濟咯。
而家係6400同埋唔係5400同埋6300嘅經濟啊嘛。哦，而家見到啦，係啦，咁而家繼續 keep 住領先南方嘅神啊！咁翻屋企出咗件出咗件斗篷啦，咁其實就可以繼續增加自己嘅坦度。Red Side 成功得中咗，可唔可以打波咧？下路喺度打，下路亦都打緊，逼咗 Hill， 逼咗 Hill， 中咗 Leona 招大啊！林宇亦都成功換咗對面嘅 support， 但係亦都俾對面隻 Jungle 換咗啦。而家上路對面嘅上路仲未死，到底可唔可以死咧？keep 住大家嘅中路都喺度互相，因為我驚都上咗嚟 Q 中咗。而家 New Grad 選手選擇打波，但係由於偏低嘅血量，佢哋唔夠意技，令到佢唔敢上前。其實 New Grad 選手就唔需要咁急咁樣去殺對面嘅，因為始終佢 CS 方面都仲係贏緊啦，咁亦都有2個助攻。經濟差距嗰邊係大約800蚊左右，咁其實 Red Side 諗住去打波，但係俾人 Q 中咗，去到一個比較危險嘅血量，咁佢都選擇退翻去其他jungle度去啦，或者試一試下路。但係繼續亦都係俾視野見到㗎。視野嗰方面其實紅區亦都係做得唔錯嘅，因為其實佢哋喺上路同下路嗰度亦都有佈有一定嘅眼咧，去防止 Resa 嚟驚同埋入侵人嘅野區啊。因為其實 Resa 前期係一個都可以打得好瘋狂嘅。如果大家有睇嘅話，其實啲出邊嘅比賽 Resa 亦都係好多時會選擇入侵人哋嘅野區，搶晒對面 Jungle 嘅經濟啦。咁係一個幾瘋狂嘅打法。New Grad 選手會陷入危機咧？而家中路同埋 Jungle 都喺度打緊，企得太入啦！呢隻眼，Q 中咗 KYONA 選手喺度幫手，應該成功帶走到對面嘅 Jeffrey。而家同時攞到一個頭，選手亦都入場，而 Mocha 成功收到 New Grad 嘅頭。想換咗而家林宇都嚟埋啦，可唔可以？KYONA 選手嘅吞失敗咗，爭一下。呢波抹茶應該都要死啦，再就冇啦，睇嚟林宇再 Q 多，俾上路攞翻個頭啊！而家紫隊嘅 AD 係諗住退一波中啦，但係發現太多人咁退咗台。而家 KYONA Kalon Set 選手佢就喺下路繼續龍兵，睇嚟應該都係推咗下路佢啦。李安娜開咗招大，開招 E 啊！開咗招 E 啫好似。開咗招 E， 唔好意思。你係睇到幾多秒嚟嘅？330。你睇得快過。你 no scope 中。Kalon Set 選手入場。要換中路啊！Kalon Set 選手俾交 TP 啦，紅隊 TP 落嚟。而家呢個藍隊有啲危險啊！阿芝招大，彈中2條友 ，Kalon Set 繼續風箏。試下救下上路啊！換到隻 AD 啦，換到隻 AD， 但係 Kalon Set 選手俾人打中，應該就和平，應該就結束呢場。應該就要分開啦。事關雙方嘅南方嘅血量唔係好夠啊，要退一退 call 啦。呢一波係一個2換1啊！對於藍隊嚟講係2換1，係啦，咁其實對藍隊嚟講係幾着數啊，因為其實淨係冇一隻 support， 但係對面就反而係冇咗 Jungle 同 AD 啊，都算嗰個冇一啲輸出位啊。咁睇翻其實頭先係紫隊嘅 AD 佢太急去上去輸出，反而俾
係藍隊嘅諗住上前收頭啊！點知俾藍隊嘅一個 Q 再加 A 幾下，再加卡朗 set 一下，普攻就成功收咗個頭。咁咁樣會唔會令到佢下次打得保守啲，唔繼續衝上前咧？應該就要啦，事關經濟差距都仲係大嘅，佢嘅裝備都仍然未夠對下路條線。而頭先亦都繼續俾飛攞到一個頭同埋一個助攻啦，咁其實都係要擴大個經濟差距咧，對於 Kevin 嘅發育嚟講係十分之不利啊！阿 Luke 嘅選手，阿斯啊衝咗上去，開咗個大，但係咧就後邊魔法護盾頂一頂，飛選手入咗嚟，應該走唔到啦。地打一應該就打伸到啦。俾邊個收頭咧？俾 AD 攞咗啦。藍隊隻飛 double kill， 可唔可以 triple 咧？而家 Red Side 用咗 E 再加埋個 smite， 冇人頭 triple kill。咁如無意外，而家應該開一條龍，咁進一步將佢哋嘅優勢擴開啦。咁大啊！擴大。我個時間差有啲遠，我要重新入個 game 先。等一等我。我想問下，你而家時間係幾多啊？11秒、12、13左右。我而家17咯。係啊，所以我決定。藍隊成功，應該成功食到個藍 buff 啦。佢亦都讓咗俾卡朗 set 選手嘅。再入一入先啊！已經開得太多。咁睇翻啦，其實藍隊嘅視野咧其實藍隊嘅視野喺下方咧，其實係半佈晒，基本上紫隊嘅任何動向都被睇到。相反，佢哋喺上區嘅視野反而冇咁足啦。咁可能係就係頭先關鍵。咁睇翻而家春道嘗試去入侵藍隊嘅 jungle 啦，但係俾人發現咗，咁應該就褪一褪，跟住選擇都可以順利食翻佢嘅藍 buff 啦，應該。入翻嚟啦！而家27分34秒。我同你一樣啦，而家。咁可以繼續講啦。中路再塔山2下。咁應該就睇嚟佢哋藍隊又想試下集中喺中路度推咗咗中塔先啦。咁事關呢個中路呢個外塔都幾重要。係啦，中路呢個外塔其實係擴大優勢嘅一個幾重要嘅元素嚟嘅，因為咁只要推咗嘅話，咁其實紅隊嘅視野會減少好多啦。咁樣對於 jungle 啊或者其他人嘅跑線，KON 同埋抹茶選手喺度打緊，林選手嚟幫緊手，KON 選手嘅吞就成功裝，但係不過因為春道開咗大啊，但係又冇乜魔力，會唔會繼續打咧？而快選手繼續打有啲危險啦，因為紅隊嘅jungle都到啦，俾視野見到。而中路都繼續壓制嘅，如無意外呢啲座頭應該要爆啦。No scope 選手 flash 上去跟一下。KYO 一個快慢，卡朗西一個選手，一個選手，唔係一個釘牆，將對面嘅 jungle 釘住。李安頭先開3個，但係都冇用啊，輸出太高啦藍隊。今次會有 pentakill 咧？睇嚟冇啦，梗係冇啦，兵線未推到上去就 dive 唔到塔啦。而家兵線大到如無意外應該可以爆埋中二塔應該就可以放啦。咁對紅隊嚟講，其實係一個極大嘅優勢啦。喺李安娜亦都俾人捉啦，俾人吞埋，如無意外卡嗰隻選手又可以食埋。睇下可唔可以爆埋中路高地咧？可以爆埋高地嘅，試下。決定放棄啦，保守啲啦。阿朗成選手放肆啦 ，Bane 亦都上前嘅選手，春道而家開一個 W。哇！一個租下自己嘅操作，成功走佬。
一個 Ressa 喺下邊嗰度控制住條兵線，費事俾佢繼續推啦。咁因為其實要整一整理兵線㗎啦，藍隊嘅上下路兵線都俾人推得幾入下㗎，咁其實係中路先有一個優勢喺度啦，咁都要推翻出去對紅隊做翻個壓力先得啦。咁其實提翻而家經濟分佈啦而家藍隊就係卡朗瑟選手係有12,000蚊，遠跑對面最高嗰個大概2,300蚊，對面隻 AD。咁其實呢度差唔多係一件大裝。其實如果兩隻 AD 係單挑啊，咁其實藍隊隻 Vayne 一定有絕大優勢咯。係1.5件大裝啊，真係有啲大啊個優勢。即係802嘅 Vayne，加上出咗隕落紅雙，同埋水銀 Last Whisper， 仲有水銀，有啲難打啊！就算Morgana Q 中咗，都即刻可以解得到，完全控制唔到佢嘅輸出啊！睇嚟而家藍隊而家諗住係推下路一波啦，喺 NoScope 選手大兵線之應該就防唔到啦，因為個經濟差距有啲大。如果再開多一波嘅話，繼續擴大個經濟差距，其實對於紅隊嚟講係可能斷咗自己反超呢條路啊！冇查選手開咗 W， 諗住兵打邊個咧 ？NoScope 手一個翻牆，Kevin 要褪翻自己嘅位，褪翻後少少，清一清兵線先。總算守得到呢座塔啦，但係其實有啲危險。阿斯啊，我叻一個叻打咗3個。係啊，吊機選手，卡朗瑟呢個 Vayne 嘅選手，佢哋好明顯係跟住卡朗瑟死咗。呢係一個 Kevin 呢個位拉得唔錯 ，NoScope 可唔可以走得到咧？應該係走唔到啦。講唔講一次開 E 技？講唔切啊 ！Kevin 一個 triple kill。其實呢波1換4嘅會戰，對於抵到爛啊！抵到爛，呢個開戰唔錯啊 ！Look 選手呢個開戰有少少急咗啲，事關其實佢嘅隊友喺度退緊啦，但係不過佢自己一個 EQ 上去開大推翻人上嚟咧，有少少急啊！搞到自己衝入咗去對面人群當中，俾人哋毒打致死。係，咁紅隊亦都喺呢個時候趁機攞翻條龍啦，防止4龍嘅壓力啊！咁樣而家藍隊5龍嘅速度就慢咗啦，咁斷咗5龍呢條路，咁其實對紅隊嚟講係一個唔錯嘅保障啦。但係其實經濟差距都仍然係有5 K 左右5點幾 K 啦，咁都算係一個幾大嘅差。呢波團戰就拉近咗少少，但係都仲係裝備方面都仲係落後緊。咦？你見到 Kevin 嘅出裝啊，第3件裝就出咗女妖啦。咁好明顯就係防止阿斯亞嘅推翻去前面，跟住俾隊友集火而死，同埋 NoScope 嘅一個 EW 去俾人硬開一波啦。但係其實就上路就硬打一波，喺 KYVNA 同埋卡朗瑟選手一個2打1啊！你而家推上路一波，其實而家 Vayne 就出咗紅雙加隕落個攻速都已經係去到2個好高嘅攻速㗎，基本上喺團戰方面係一個好好嘅發揮嚟嘅。咁同時 KYVNA 選手喺度推緊中路啦。呢個大兵線未到啊，未推得到啊！佢哋而家開緊 Baron，聖經雞食咗個 Baron， 一個 rush 咗個 Baron 啊！對紅區嘅視野真係有少少係漏咗啊！喺一個咁都算係幾大嘅經濟差距底下，竟然冇一個防備對方 rush Baron 嘅隻眼咧，其實係一個幾大嘅失誤嚟嘅。掌握唔到對面 食 Baron 嘅時間，導致而家林宇選手，會唔會可以成功走到？成功走得到啦，因為
開招盾飛去自己嗰度啦，飛自己隊友嗰度。男隊可唔可以勝住呢個 Baron 成功去進行一波集體推中，跟住然後一波 GG 咧？就要睇佢哋可唔可以而家將條兵線睇下佢對佢藍隊嘅決定係點樣啦，因為其實3路嘅兵線而家都俾紅隊推翻出嚟啦。咁如果而家要強推嘅話，就真係要極集中一條路去推啊！其實而家卡但係而家睇嚟就諗住靠 AD 一個分推，有少少危險啊！而家有2名選手落緊嚟，因為而家 Jungle 落咗嚟啦，諗住驚啦，亦都俾人 stun 到，開咗水銀解咗，開咗水銀解咗 ，Shen 嚟埋，但係完全唔夠頂飛嘅台啊！太高傷害啦！你一個 double kill， 我驚拿你一個防守 Kendall 亦都俾人襲火而死，係啊，完全唔夠打。我驚拿有少少離遲咗。哇！喺 Kevin 一個，哇！直接帶我驚嚟一個大技，如無意外應該係一波0-5嘅會戰，一個 ace 漂亮嘅 ace 啊！直接飛入呢波可以 GG 有機會一波㗎， GG 啦！兵線推入去啦，睇翻花生嘅時間，最快花生係 Leona 5秒啦，但係不過一日10波就好難頂到5個傷害啦。GG 啊！大波直接 GG 啊！呢波恭喜晒195培根牛肉堡取得第一場勝利，係恭喜晒呢場，因為呢個比賽 BO3 啦，咁都仲紅隊都仲可以喺後尾2場比賽嗰度打翻嚟，只要揾翻個狀態喺度。場比賽係36分鐘完咗啦，先睇一睇個輸出。哇！藍隊 Fan 嘅輸出31000啊，全場最高。其次就係阿斯啊28000嘅輸出。好，咁而家就休息一陣先，咁轉頭就嚟第2場嘅比賽，咁一間見啦。